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2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2篇第1节到第9节，申命记第4章第1节到第14节，约翰一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胜过世界。这世界是充满了不可预期的境况，充满了苦难，充满了挑战。许多人活在世间，却是胆战心惊，没有平安。这样的情形在过去的3年武汉肺炎疫情当中就是如此。有一首诗歌是救世传播协会的创作，取名是《耶稣给你平安》。歌词这样写道：这世界虽有苦难，主耶稣是避风港湾，他要给你平安，源源永流不断。耶稣给你平安，耶稣给你真正平安，深深在你心中，源源永流不断。哦，耶稣给你平安。是的，当我们在面对困境，我们或许会担忧，我们或许会败落，但是我们有耶稣，就能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个世界。想想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多困难呢？我们先不说总人数约略为240到300万人之间，就是60万能够打仗的人口数。这一群已经被埃及同化的人，这一群已经不认识上帝，还要需要这种介绍说你们祖先的上帝呀，亚伯拉罕的上帝呀，以撒的上帝呀，雅各的上帝。这群人甚至是一群很不喜欢、讨厌摩西的人。话说几十年前，当摩西他还是埃及王子的身份的时候，他基本上是一个统治者、压迫者的角色。这些背景让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的困难，因为他们既不喜欢摩西，也不认识上帝，他们的生活行为也都是以这个埃及人的生活模式为标准。他们也不懂得敬拜上帝，是因为不认识上帝，还是因为不敬拜而忘记了上帝？因此上帝透过制定诫命、颁布律法来规范他们，来教导以色列人认识上帝，知道上帝的规范，学习跟随上帝的脚步。事实上，以色列人跟随了摩西40年，跟随了上帝40年，但却仍然离上帝很远。也因此，摩西需要重申命令，劝勉以色列人要服从。圣经记载说，后来摩西劝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听从我教导你们的法律和规例，这样你们才能生存，并且拥有上主你们祖先的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土地。我命令你们的不可
争见。你们必须遵行我所传授上主你们上帝的诫命。你们亲眼见过上主在比尔山所做的事，他在那里消灭了所有拜巴力的人。只有你们这些对上主忠诚的人到今天还活着。我遵照上主我上帝的命令，把所有的法律规律都教导你们了。你们将要占领的，在这个占领的土地上，必须要遵守。你们必须确遵行，这样就可以向异国人显示你们的聪明智慧。他们一听见这些法律，就会说：这伟大国家的人民真是又聪明又有智慧啊！无论多大强大的国家，都没有一个神明能够跟他的国民亲近，像上主我们的上帝一样与我们亲近。我们呼求他，他就回答。无论多么强大的国家，都没有一种法律如同今日我教导你们的法律那样的公正。你们要谨慎，在有生之日不可忘记亲眼见过的事。你们要告诉你们的子孙，当年你们曾经在何烈山山脚，站在上主你们的上帝面前。那时上主告诉我，你要集合人民在一起，我要他们听见我说的话，使他们学习终身敬畏我，并教导他们的儿女敬畏我。这样他们都来了，站在山下，山上乌云密布，火焰冲天，上面冒出黑烟。上主从火焰中向你们说话，你们只听见他说话的声音，却看不见他的形象。他向你们宣布他与你们订定的约，你们只要遵行10条诫命。他把这10条诫命写在2块石板上面。上主命令我把法律规律都教导你们，要你们在进入并且占有那块土地之后，确切的遵行。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之地，是上帝所赐下的应许以及恩典，但是他们却心里害怕。我们看到他们害怕高大的非利士人，在派出去的探子当中，大多数的探子他们唱衰自己，就如同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一样。但是摩西告诉他们，要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这样才能胜过这个世界的挑战和苦难。约翰在约翰一书5章第1节到第5节这样提醒基督徒：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上帝的儿女。如果我们爱一个做父亲的，也一定爱他的儿女。由于我们爱上帝，并且遵守他的命令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爱他的儿女。遵守上帝的命令就是爱上帝。他的命令并不难于遵守，因为上帝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胜过世界。使我们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。谁能够胜过世界呢？
只有那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人才能胜过世界。因着相信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这样的人才能胜过世界。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救恩的来源，只有坚定的相信的人才能够胜过。信心动摇的，如同那10个失败主义的探子，则是无法胜过的。约书亚与迦勒这样反驳失败主义者时这样说，就是记载在民数记14章第7节，对人民说，我们所侦探那片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土地，如果上帝喜欢我们，他会领我们到那里，把那片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赐给我们。你们不要背叛上主，也不要怕当地的居民，我们将轻易地征服他们。是的，如同这样的信心的人，才能胜过眼前的困境，才能胜过世界的苦难。诗篇112篇第1节到第9节，要赞美上主，敬畏上主的人是多么的有福啊！喜欢遵行上主诫命的人是多么的有福啊！义人的后裔一定蒙福，他的子孙在地上总会强盛，他的家族富裕繁荣，他的义行存到永远。有光在黑暗中照耀着正直人，照耀着慈爱、怜悯、公义的人。慷慨好施的人有福了，他以诚实经营业务。义人永不失败，他永远不会被遗忘。他不因坏消息惊惶，他的心坚定，一心信靠上主。他不忧不惊，他确信会看见仇敌的衰败。他慷慨周济穷苦人，他的仁义永存，他将强盛受人敬重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坚定我们自己的信心，即便眼前充满的是障碍、困境，让我们有看见希望的眼界和意向，靠主耶稣基督胜过世界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